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面张伟民，咱来关心到这个非洲猪这个问题啦吼。咱看到讲，即阵越南走私的这个肉品是愈查愈大件吼。咱看到即阵查到带有这个非洲猪这病毒吼，竟然有9%这尔济啦吼。另外咱嘛讲到吼，意思就是啥物咧？咱讲这个病毒已经是亲门大户啦吼。另外，就惊讲这个带有非洲猪这个越南肉制品，亲像哈姆啦吼，也是烟前月饼，咱讲吼人食入去身体。无要紧，但是食无了，还是讲过期，你家等入去喷桶内底，即阵若是变猪食去，代志就真正大条了吼。啊，过去咱嘛讲到2冬外来吼，咱主动非洲猪这。介成功啊！过去是旅客吼，这个行李一件一件来查啦吼。人过去当中讲着吼，这个狗啊吼一坐落，你都要罚钱吼。迄个真阵吼，真正是动真济，但是咱看到讲，即阵因为 COVID-19， 哦，一寡物件拢是用寄，咱的这个人力无够查，即阵用即款方式，而来咱台湾吼，造成咱真大的这个困扰，嘛，互咱这个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风险是提悬。过去咱讲着吼，西班牙开35天的这个时间，吼，才好哩哦，咱讲吼，甲这个物件拢种甲程度啦吼，甲这个非洲猪这个部分，啊，咱嘛开着这个差不多20外天的时间吼，咱甲这个口蹄疫成功来拔尖啦吼，但是咱这个经济损失吼超过1700亿啦吼，啊，千万都要好好啊守护这关，卖互咱这个猪的这个产业吼，伫即回非洲猪这受到真大影响。透过节目，咱做回来对话。现在邀请咱3位拢是老朋友吼，第一位咱要邀请台兽医学院名誉教授赖秀水教授，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第二位咱要来邀请饲猪协会理事林秋桂，秋桂姐你好。主持人赖教授姚总经理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第三位咱要邀请前中央畜产会副执行长姚良宇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是啦，大家真正介关心吼，想讲后摆咱的这个猪会受到什么款这个影响？相信吼，这回咱的守护好调是袂有真大影响，但是咱讲这源头安怎来，也是讲吼买手这个饲喷的这个吼饲猪啊，吼食喷这个行为，然后这个动作，是毋是伫遮会当做一个改变吼？透过今日节目，咱会好好来做一寡这个对话吼。首先，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吼，自咱讲有这个越南籍的吼，这个渔港也好，也是这个吼母乳啦吼，咱讲吼这个妈妈，还甲这个因经营这个报关的，咱讲吼产业的吼，啊经过这个报关行吼一件一件安尼入来，检载部分出大问题，咱讲流入市面嘛是出大问题吼。咱有整理的报道，先带大家做来看。塑胶袋内底缀着一条条青色的好叶包肉，这是越南当地食物。高雄林园分区23查到有2个查某人有大约16公斤来自越南的牛肉干、鸡肉丝，也有好叶包肉等肉制品。想袂到好叶包肉竟然被验出有非洲猪瘟的病毒。高雄市政府来配合农委会的政策来追查下游厂商，然后由警政单位在我们大寮区来查扣。农业局动保处配合采样送验的所谓荷叶包肉大概300克熟食，被检验出有非洲猪瘟的病毒基因。柑仔店货架面顶放真侪越南的泡面等食品，有非洲猪瘟病毒的好叶包肉，就是为大寮这间柑仔店卖出去的。但是店家嘛发完案表示，家己嘛是受害者。肉片是透过面册买，一包140块。越南这个头家娘因为思念故乡的口味，才会买，家己冇食。是剩1份，对，然后人家来就是最后一份，人家来买。我唔是专门在卖，就这样子，我嘛唔知影。另外，台南警方甲动保处也有卫生局人员25伫咧永康区、麻豆区查到肉酥制品、糖醋排骨料理包，也有3块月饼等可疑的肉制品。3块月饼检验非洲猪瘟了后，拢是阳性的反应。他的说辞是他的夫人想要吃越南的月饼，所以就去网站上订购，居然就可以长驱直入。我再讲一遍，长驱直入寄到台湾来，然后他们再由那个台湾的发货中心寄给他们，这是非常危险。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，中央甲地方最近大动作查缉各地店家甲饲猪场。动保处提醒，若伫网络卖有非洲猪瘟的肉制品，可能涉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，会当处15万以下的罚款。若是走私安尼肉制品，卖面对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也有300万以下罚金。提醒民众千万唔通触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有影吼，咱讲到即阵到这个中秋进前吼，是这个风险上悬的这个防疫关键吼。咱头拄嘛看到讲真济吼肉制品的这个物件，拢一直来到咱台湾啊吼。咱看到讲即阵吼，所有的单位拢真严格的去查吼。啊，越南调好，冰箱一拍开，哇！恐怖，拢是肉的这个制品吼。另外，咱嘛看到讲，这是这个烟肠吼，伊是咱讲用这个盐去甲生吼，所以伊也是这个青肉这个成分。若是讲啊，你感觉伊过期啊，是讲歹食，你家等伊喷炭，代志搁较大条。咱先请教这个罗教授啦吼，为什么这回大家会遐尔惊吓咧？这回这个代志哦，实在互人会着惊啦吼。咱主位咧讲，这病毒已经亲门大户啦，来甲咱门口啊啦吼。啊，事实是安尼啦吼，咱较早中国自2018年发现非洲猪瘟的时候，咱的迄个检查足严的嘛。啊，咱安尼检查安尼2年，已经保持讲非洲猪瘟未走入咱台湾，伊就死猪啊来咱的金门来走对咱的本岛来，咱也阁有法度甲伊阻止。是。啊，失败吼，那毋倒去对越南走去吧，哎，就有影是真冤枉啊吼。啊，事实上吼，咱今仔你讲吼，今仔这个代志吼，伊听讲是已经4、5个月啊。是啊。啊4、5个月台湾阁也未发生代志吼。安尼咱就用了解讲吼，伊用这招数这款的叫做肉制品吼，啊入来，啊应该讲这的肉制品吼，应该无漏去这个叫做这喷的啦、处理这啦。哦，咱今仔才也阁有这个遐安全啦吼。啊，事实咱若安尼来讲啦，咱今仔若无即个叫做用喷来饲猪的时啦，哦，咱即个肉制品吼，安尼招数起来吼，实在讲，咱就免遐烦恼啦。但是当然讲，这个招数是唔对的行为。唔对啦，啊，但是咱就免烦恼讲，咱的猪场会去感染到非洲猪瘟啊。是。啊，即个肉制品是若是不应该用食啊，你即摆伫即个肉制品拢会感染到即个非洲猪瘟。不管病毒也好，伊的 DNA 也好，这表示啥？表示这肉制品是对迄个猪啊感染到非洲猪瘟，爱破病，是死去啊！啊，再用迄肉来做这个烟肠，甲烟肉啊，安尼敢会用去食？袂使啊！粗俗的这个吼病死猪啦吼，是啊，这带病毒吼，啊，这袂用去食咧。啊，毋过就这越南安尼甲咱寄这来，实在有影，互咱的迄落真危险啦。好佳在恁。老实讲，即马来吼发现到，也阁未慢啦，吼。啊，我的看法是安尼啦，吼。因为伫这非洲猪瘟的病毒伫这个肉制品内底吼，伊虽然讲会活超到2个月甚至3个月吼，但是迄个病毒的量会较少去啦，会真少。OK。所以伊若毋拄走入去迄猪场，啊，去互猪食着吼，伊的迄个。迄个要发病的期间可能要2礼拜左右啦。OK， 好，所以咱今日若算起吼，咱若讲是2礼拜中间啦，吼，才饲猪的吼，大家较迄落咧，较谨慎的啦，较谨慎吼，甲伊的猪的健康甲伊看看，看伊的猪有忽然间死去无 ？OK， 啊有看伊的猪吼，啊若死去毋多看伊的即个猪的皮肤有敢若讲迄个弹洞吼，我一块红红无？是。啊，看伊毋多有落屎啦，还是啊落屎中间佫有灰安尼啦。哦，即款的迄个有即个病状的是，你着爱赶紧甲咱即个爱即个迄落防疫单位报告。因为我讲者伫个2018年吼，伫个辽宁省遐吼，迄一个饲2万多只猪啊。是。啊，伊的猪去感染着非洲猪瘟咯，迄个老板毋知影讲，我猪啊一声就噗噗叫拢死了。伊讲哎呀，我的猪啊是毋是叫魔鬼安尼？安尼扫掉啊，啥物啊，总安尼死去。OK。啊，尾先咱规场2万多只猪拢死了，煞尾才知影讲，伊是感染着非洲猪瘟。所以你知影即个非洲猪瘟，迄是偌可怕的迄个一种病。所以咱今日吼，到即马也阁无即个疫情出现咯。应该讲，咱也阁真兴奋啦。哦，但是咱是爱真好好防啊，尤其咱看到讲吼，中国即阵吼，就是无猪肉吼，咱讲猪价吼，真正有够贵啦吼。所以咱即阵看到即款的即个月饼还有肉制品之外，咱真正是爱提防啦吼。这是咱看到越南的即个月饼伫咧啦吼。另外，这是即个肉糊肉酥吼。另外，咱会当过来看到讲吼，即个哦，所有的即个部分，咱头拄讲到即个西班牙，伊过去是开35档啦吼。相信咱即回爱防好势，无咱讲吼，咱阁开遮尔大
大的这个成本，其实咱挡袂起啦吼。尤其即阵要来请教这个秋桂子啊，虽然咱头拄也讲到，拄只吼这个月饼也好，也是讲这个吼肉制品伊是有加工过，病毒中介少啊，但是也是有讲啊烟肠也好啦，是讲吼这个蛤蟆吼火腿啦吼，这个部分伊若是真正人讲啊，伊食。可能食这个气味无好，都甲伊等入去吼，这个喷桶内底去，啊，真正对恁的这个影响是毋是介大？伊自从吼，迄个咱新闻报道讲，咱因为咱啊这款管路署吼，迄个空运啊这合法包装为迄合法吼，藏迄非法的肉品吼，迄入来了吼。即款媒体报了，阮市地拢真恐慌，真正讲拢吼，暗时啊拢困袂去啊。伊这若发生了吼，规个产业吼，都拢差不多灭亡去啊。吼，啊，当然农委会伊也真要紧这代志。吼，啊，昨昏2点，农委会招这全国这市地的视讯会议吼，有开咧讨论。吼，啊，当然是有吼，迄款有阮市地，阮家己爱做的这生物安全吼。这部分啊，搁爱注意看咱所熟悉这吼，新住民这肉来源，这个注意了。农委会阮嘛希望吼，业者甲农委讲吼，爱有较精进的作为。OK。针对这尤其处理这部分，啊，主要是讲目前吼，为末端所在的部分去验视，目前是抑阁无病毒。吼，即马吼有要加强伫迄款迄个非法入来这肉品吼，的罚款啦、行政遐种拢要加强啊，做罚。啊，而且迄个违禁肉品，吼，迄款以最高的罚款来罚以外，阮市长有甲讲吼，你加罚安尼还阁无够，咱对外配即个宣导爱加强，互因知影讲吼，你查起来不但讲会危害到阮这产业以外吼，而且检举是有奖金的，因为吼，伫因迄个区块。阮拢较无区块，阮较无了解，因为因咧新住民因食物件有食物件习惯，啊，迄个区块咱较无法度介入，啊，咱若甲吼，咱的宣导文宣吼，广告咱若甲讲哦，你这来检举吼有真悬的奖金，后来我了解听讲上悬会晓发到120万的，若有高额奖金了吼，会吸引因来检举，咱才有法度找到迄违法的这来源安尼。啊，对处理这部分吼，当然阮业者吼嘛有甲咱农委会建议讲吼。爱有精进的作为，吼！啊，昨晡2点，阮提出这个建议了。昨晡5点，农委会有招全国，吼，全国这各县市的，吼来开这协商会议，吼啊，因各县市吼，甲伊问讲，如果若是吼，咱若紧处理1个月的话吼，因有法度去化这处理无？各县市那像啊环保局吼，因敢讲有法度啊，所以。迄农委会伊就照我知影的吼，互我的这讯息就是初步决定讲处理吼，啊，做要禁1个月，啊，今日有招这处理养猪，迄处理这用地吼，落去协商讲这代志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真正处理吼，真正爱禁啦。OK。吼，算1个月是先试办看卖吼，安尼啊吼，伫这。迄处理因的这损失饲料部分吼，咱嘛是爱甲伊适当甲伊补助，感觉这嘛是合理啦。啊，就大家吼，再来看研究看要安怎将这地来吼，甲处理好，因为吼，透过处理对我来讲是威胁足大，因为处理你虽然有煮，但是大块肉内底吼，迄包大块，你咧煮中间外口煮中煮袂着，而且佫有一寡处理的黑户。OK。黑户就是咱即马处理检迄过是676块，无检迄过头食遐黑户，你吼免安去掠，吼掠出遮安尼杜绝即款来源安尼。也是真歹查哈，其实做这个。OK。处理这路吼，实在讲就是感染市场感染非洲猪瘟的非常重要的途径。就干了，这个就是厨余的感染。是。那你若讲厨余有法度甲禁止，今日台湾啊总讲无厨余养猪，是。咱这回虽然讲有安尼走出去来，这伊是犯法嘛，吼。但是咱都唔免去烦恼讲，咱的市场可能会感染到非洲猪瘟。是。啊，就是因为要处理嘛。我互大家看一下啦，吼。这是2018年，就是107年的事啦。是。因为迄个号做迄个中国发现到即个非洲猪瘟嘛，啊，咱迄阵也处理养猪有2048场啦，是，啊，个今仔来剩676场啦，是，所以一个606场虽然讲这是讲号做合法的，啊，因就一定爱
甲煮甲真透100度爱煮甲真透。啊，咱拄啊贵姐有讲嘛，你煮无一定会煮甲全透啊。所以这厨艺养猪虽然你小可有煮过吼，那是还佫有风险嘛。啊，那台湾吼，我是希望讲，即摆若是讲用去禁止讲一个月卖用厨艺养猪的时，干脆就拢甲禁起来啊！规气趁一届，规气趁一届哦，啊，佮即个迄落，啊，就拢卖厨艺养猪啊！啊，卖厨艺养猪，这一个国家来讲，那是较先进啊。啊，厨艺养猪的即个，你讲哦，伊猪肉会口食，迄拢无影。OK，迄无影，迄是猪肉好食歹食是品种的问题嘛。是，这上大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成本这个部分哈。对啦。咱即阵来好啊，请教这个副执行长啦吼，咱有讲到吼，这个非洲猪这其实创病毒冷冻会当创3冬啦。啊，头拄咱两位拢有讲到，这个喷这个部分爱好好啊来处理啦吼。若是无喷，恐惊吼，即回无遐尔啊，这个大这个惊吓吼。但是真正的，咱看起伫咧2018年会当自2000外户降到600外户，但是这600外户也无愿意，是上大原因，你感觉是啥物咧？应该讲咱清楚讲，是安怎用喷落饲猪啦。那什么款猪用喷落饲嘛？是。那种消费者大概可能知影讲有白猪甲黑猪嘛。广泛性的较笼统的去分类是安尼啦吼。当然用喷落去饲是成本真低。那因会饲较长的时间，所以互即个肉品的风味，去伊的气味，甲伊的口感会无共款安尼。但是咱咧讨论用喷，应该讲咱今仔日讨论的是无共款的饲养方式，带来无共款的肉品的时阵，其实就要安怎去建立新的系统。OK。用喷饲猪毋是原罪，今仔日是因为有即个非洲猪瘟的威胁，当然台湾周边的国家，互带来咱即个威胁的时阵，所以用猪饲喷的用利户是安怎真侪人就想继续反抗，当然伊也真大的利润嘛，这是事实嘛吼。要安怎透过科技来去分析，包括讲咱的品种、咱的饲用的饲料，有搁较低成本。会当利用跩下脚料、农业废弃物、跩的原料落去做饲料。那时间还是讲饲养的环境有法度改变，那再加上现代化的肉品的运输甲倒载的时阵，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建立起来的时阵，来确保着咱目前抑个其实嘛真罕见啊吼，咱目前猪肉猪的这个品种多样性、生物多样性的部分，会当来继续维持无？这其实是另外一边爱来讨论的哈。第3年前，早2年外前，非洲猪瘟来影响台湾的时阵，其实饲乌猪的人，跩母种猪的对啊啦哈，就开始变少去啊哈。OK。那可能对消费者来讲，真侪人无了解是。虽然咱目前食到的乌猪，其实嘛，毋是讲台湾纯正的乌猪啦，伊透过真侪混种落去改变出来嘛吼。但是乌猪这个文化，咱要保留无？这个饮食文化、饲养的文化，这个物种来讲，是毋是要继续伫咱的产业内底，伫咱的养猪产业继续来延续落去？是。那毋通因为讲用喷饲猪。来污名化，和这个多样性的猪肉来无去啦。OK， 但是咱伊若是用另外一种方式，伊莫食这个饲料啊，咱用较好的这个材料吼，去甲敲吼这部分。这个乌猪的品种要保存，无简单，无容易，无问题啦。哦，因为我所了解，你即摆只会饲乌猪的，用喷来饲，其实。因是去掠人的猪仔囝 ，OK。按这乌猪生的猪仔囝，最食长冷了到8礼拜、10礼拜，这拢是咧食饲料啊。哦。其实刷尾来再落去食这个喷啦。是。啊，其实咱的台湾的特产试验所，那拢有做过饲啊，有做过饲啊嘛。OK。这乌猪你若食饲料出来，拢同款嘛。毋是一定都爱食这喷在讲。伊肉会较好食，啊，当然伊饲较久，啊，成本可能有较低，但是伊的喷内底其实若加一半以上的饲料嘛，所以事实讲起来，拄啊邱贵姐咧讲吼，讲即摆一个月若用去禁止的时，干脆都拢禁嘛，啊，台湾即个用即个
这个叫做喷饲猪的这个政策吼，拢甲废掉嘛。OK。后日你看，这喷这物件，看去做环保的迄落嘛，做肥料嘛，唔是这环保局因都拢有讲啊，唔是讲无办法来处理这个嘛。OK。啊，为何咱无法度来做？因为防止这重要的一个这就有病毒就非洲猪瘟，这个基本是真麻烦的代志。你饲猪的人，你就规个拢破产啦嘛。你来看过去迄口蹄疫，咱从20几年呢。损失1700多亿呢，啊，其实这20几年中间，每年拢用要甲几十亿来做防疫啊，你知？啊，这20几年咱能够用起差不多甲200亿来预防这个口蹄疫，啊，安尼再旧年再甲这个口蹄疫安尼清掉去。啊，你即摆还佫走起来，非洲猪瘟啊，咱饲猪的都乌有去啊，这边安怎乌的是？当然，咱讲吼饲喷啦吼，第一成本较低，但是伊要真侪种问题吼，亲像讲这个营养无平均也好，还是药物的这个残留啦吼。继续咱搁请教这个邱贵姐吼，过去恁敢有用过这个喷饲猪，还是讲有做啥物改变？啊，即阵饲这个饲料安尼？我毋捌饲喷啦，我是迄个饲料用伫好啦，啊是听这迄我有朋友咧饲喷的啦，是，吼，因为伊喷伊的。因为喷的营养较无平均啦，所以猪仔要饲较大较慢，爱饲较久。迄是因为营养无平均，无法度控制啦。是。我是感觉吼，咱即届吼，这代志发生，大家拢知影讲吼，处于吼，因为这喷吼是一个防疫的一个足大的破口。咱注意到讲已经病毒拢来到门口啊。如果吼，咱喷这方面的政府若有啥物政策吼，啊来希望饲猪这朋友配合吼，我希望大家。共体时间吼，看边来吼，来确保这产业较重要。因为若发生起吼，大家饲猪拢无饭食，他食啦。有影啦吼，继续咱搁请教这个梁医啦吼，好多啦，这个老师嘛讲到，这个乌猪啦吼，其实还有无共款的这个饲的这个方式吼，你安怎回应呢？当然啊，当然，要咱举一个嘛吼，咱大家拢知影伊比利猪嘛，其实嘛是一种乌猪嘛吼。那伊比利猪咧饲的时阵，会去强调讲伊是啥物款环境。哎，食什么橡果一个分级嘛吼，那当然讲，咱若今仔日好的肉品，甲消费者诉求的是讲，我食喷饲出来的，那这个肉品的接受度好啊歹，这就是一个大家讨论的部分嘛吼。就是讲今仔日我主张的是用喷饲有伊的时间，应该讲有伊的时间性啦。哦，过去有安尼历史啊好，那。即摆拄着即个问题，有即个风险的时阵，替代方案是啥？其实替代方案是啥？当然补助饲料，这是短期会当做的。但长期以来，咱的贴膜政策，咱一环扣着一环的贴膜政策是啥？是。这其实是业者要搁较知影的啦吼。就讲，咱袂使因为讲禁止用，应该讲是短期的即个威胁。是，那要处理的时阵，爱维护长期的利益。OK， 那这逐面拢爱顾会着嘛。啊无就乌猪也无去嘛，是当然无菜嘛。OK， 拢对少年朋友来讲是，咱即摆正常人看斯卡罗嘛，斯卡罗内底有乌猪嘛，其实有较，当然迄是现在的戏剧啦吼。伫乌猪伫台湾社会即个过去的传统也好，那新的未来的发展也好，那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产业展开的时阵，要安怎用新的科学来配合新的饲养环境来搭配的时阵，这才是较好的方向。系啊，所以我个人是话赞成爱禁止用喷来饲猪，但配套是啥 ？OK， 有法度说服业者、说服消费者的。即摆讨论非洲猪瘟，甲2年前其实无共款的是，即摆是全民共识啊。OK。台湾罕呢有讲防疫，拄着非洲猪瘟，拄着 COVID-19， 这咱3年外来，全台湾会当讲拢伫一个这种防疫的这种气氛甲观念内底。每一个人对非洲猪瘟，敢若是拢足了解，对 COVID-19 嘛，敢若足了解。但是整体的政策是啥？是长期的发展是啥？其实这是
一款看一款，搁较五忙的代志啦。是，有影，所以咱看到讲吼，自这件代志，咱有真侪种讨论啊吼。虽然伊也伫咧吼过去咱这个边境的时阵，咱有开始防啊，但是这回是咱讲走私透过吼，这回 COVID-19 疫情，大家海关拢真正较无用吼，可能100件内底差2件尔吼，啊有人就用这个心态。咱嘛讲到吼，报关的这个时阵，这间公司已经40多届拢是有这个违规的这个记录啦吼，所以伫遮咱嘛会当讨论着讲吼，这个报关者也是讲有啥物这个利润会当摕，互因讲哦，伊一再吼，就想要安尼弄甲伊惊，若无查着，伊就安尼顺啊过，啊若是查着，伊才来哦想讲我罚钱安尼就好啊，啊过去无查着，则咱嘛好好来讨论啊，所以咱即阵看到讲。查即阵安尼已经5000多件即个部分吼，啊未来咧，咱嘛讲到，相信啊，伫咧即个中秋进前，会当家主动起来，无吼可能对咱这产业是影响真大。咱嘛有另外一个报道吼，要先带大家做伙来看。非洲毒鸡猪肉制品入侵台湾，农委会25暗公布上新的检验结果。作为陈吉中讲，警政署总共清查全台湾5321个所在，摕到54件猪肉制品送检。其中4件是阳性，分别伫咧市都的3区、彰化、台南甲高雄。54件里面有4件阳性，那40件阴性，8件现在是在检验，还在，因为是刚送到相关的这个检验单位，2件在复验，就是初步是阳性，第2次还要再验。那所以各位看一下这个阳性的这个比例之高，就在我们的市场，就在我们家的门口。全国的饲猪场大约有6400场，总共饲547万只猪。农委会自即马开始全面启动防疫升级措施，不时会去查饲猪场，并且加强移工加新移民的宣导，禁止买别个国家违法的肉品，严格禁止违法使用喷饲猪。若违法，第一遍罚3万，国部改善就罚20万。民众的检举奖金上悬有120万，因为监护期20天。所以，自即马到9月底是上关键的时阵。最关键的期间，就是因为假设它有一个病毒的一个潜伏期，假设来到9月底完全都没有发病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是保住了，我们这可能就是安全的。全台湾目前并无查到猪发病。伫过去，台湾自己是伫咧海漂猪的身躯顶验到非洲猪瘟，即马病毒是已经提到咱厝门口。若是喷内面有活的病毒，搁送去饲猪场互猪食，饲猪场的最后一道防线就被攻破。农委会无排除要求全国的饲猪户暂停饲喷1个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是咱头拄也讲到吼，饲喷的这个部分吼，即阵咱来甲禁止吼，是毋是未来当中禁止啦？啊，另外咱即阵都要好好来看讲，所有的这个饲猪场是毋是严格来去观察到吼，所有的这个猪仔是毋是有健康无啦吼？这是咱讲上关键的这个时阵。啊，咱嘛讲到这个非洲猪瘟，伫咧1921年吼，今仔日安尼一年啊，2021年拄好100档啦吼。啊，伊过去都发生过啊，伊无药物吼，嘛无疫苗通好来去防啦吼。啊，伊的这个特性内底，咱讲吼，惊烧毋惊冷啦吼，伊是这个 DNA 病毒。DNA 病毒代表什么意思？是毋是讲伊真正介稳定，存活性有够久的久 ？DNA 病毒就是伊足稳定，伊拄仔你有讲过嘛？惊烧毋惊冷啊，愈冷伊就生存的时间愈长。你讲你冷冻的肉，你若甲冷冻起来，可能活咧3年，可能4年。OK。啊，你若讲冷藏的肉啦吼，放伫迄冰箱下骹迄肉、迄肉吼，是哦，伊若活咧几啊个月啊，吼，咱即摆讲，你讲伫即个叫做迄落做烟肠，啊，是烟肉即类的啦，吼，伊若用活1个月以上，甚至3个月呢，哦，当然伊的病毒会渐渐减少去啦，吼，啊，拄啊注意咧讲，哦，即摆这检出来迄阳性率遐悬呢，高趴，所以这事实上足可怕的呢！啊，这个病毒你若讲无论安怎，这病毒咧感染吼，咱实在无法度去了解啦。是，所以伊要安怎去感染着猪，安怎来，根本无法度查出的。这毋是敢若讲咱即马 COVID-19 伫遐咧疫调安尼，真困难啦。所以吼，今仔日即款的即个肉安尼走私入来吼，走私遐久吼，咱抑阁有法度安尼真。
防好势安尼吼，还佫真安全吼，市场拢无啥物病例出现，实在咱真幸运啦。但是若是讲猪仔有啥物状况吼，这个养猪户吼，互因去了解一下，比如讲伊会有啥物镜头猪仔。啊，我有讲过啊，你即马咱拄啊，迄个副主任有讲说爱1个月嘛吼，我是认为毋免到1个月，差2礼拜以内啦吼。如果咱即马上重要的吼，就是市场才是第一。这市场的市场大家都爱观察伊的猪仔的健康嘛，吼，若忽然间倒落去，死去啊1、2只，吼，你就爱赶紧，真健康猪仔真大颗，真健康，又忽然间你佫看到你的猪仔其他佫有发烧啦，有这落屎，佫有带一寡灰安尼哦，你就爱赶紧去报，迄就是非洲猪瘟的真典型的症状，所以咱若观察这个2礼拜了后吼，若拢无啥物病例出现的时候，我相信咱台湾是安全的。OK， 会老这个发烧吼，这若是猪仔囝健康出问题，真正好来观察，一只猪可能就是规个这个猪场拢受到影响啊吼。哦，那一只猪钓着了吼，这场你若讲1、2千只的猪仔吼，免几工拢感染嘛。OK。哦，免1个月拢死了。所以这款的猪仔，伊非洲猪瘟是一个接触感染嘛。OK。所以伊放的这个尿啦，这个屎啦，啊，分泌的迄物体，伊去污染着咱这猪场，规猪场都拢是病毒时，你别只猪仔去甲装咧，就是感染嘛。有影。所以伊这传染，伊是毋是用空气传染的，完全用接触传染。接触传染若是足紧的，共款猪场内底吼，你猪仔，你个人猪仔咧操纵吼，人若会甲这个病毒这个猪条超过迄个猪条，所以真紧就传，你若是猪场钓着了，规个猪场真紧就会感染着。是，咱讲着吼，过去咱有讨论过吼，伫咧美国猪要来的进前，也是咱讲吼口蹄北站，即阵咱是佫看到讲非洲猪济啦吼，咱讲讨论这个猪的这个产业已经讨论真济啦吼，但是每一届这个经验内底，咱拢爱去学习啦吼，继续佫来请教这个邱贵子啊，咱讲着自过去的这个经验，咱安尼改，咱即阵饲猪的吼，拢已经较这个现代化嘛，较科技化啦吼，咱安怎佫去防这非洲猪济也好，还是讲一般的这个病毒，恁安怎做咧？我即马先来讲吼，我即马希望咱政府爱做的，吼，希望咱即马加强海关空运包裹即个检验，新住民因迄个啊做吼卖呢家乡味迄款店吼，咱爱加迄加强抽验的即迄次数，吼咱公布咱的检举奖金，甚至发较重的奖金吼，佫加重非法进口即个本来路无明的肉品的迄款刑法，甲判刑，甚至判刑，因为这关系到迄个国外这问题啊。吼咱无定时爱去查迄款吼，迄处于迄食喷的这猪场吼，迄款的健康情形，而且吼好好处理迄食喷这个防治这个破口，因为吼足侪迄处理的黑，还佫有一寡迄处理这黑户，像阮家关检迄过江7场尔，7场要负责家关内迄。机关团体，款机关团体因食产生出来，因的机关团体款团产生的款喷，甲一般款做饮食店的即个喷，他处理去。即马检迄有过只猪场，伊刚收来喷吼，若食袂去，吼，真经就捌留咧互遐无排遐乌好食，迄款迄咱爱去注意，迄我嘛希望讲饲猪的若看到迄款吼，迄也无检迄过猪场食喷吼，咱就迄款爱去甲伊爱甲伊检举安尼。讲来讲去，就是讲咱即阵虽然有这个科技化、现代化这个猪场，但是这个喷的流向嘛是真重要。我要呼吁我这饲猪朋友吼，咱即马吼，这个因为非洲猪瘟的这个病毒已经来到咱的门口啊！咱即马除了吼爱加强咱人车的这管制，猪场爱食物安全爱好好来迄款吼，迄注意吼。以外，咱嘛爱提醒咱这亲戚朋友，袂使你去迄款疫区遐参观。上界定吼，咱若发觉讲咱家己的猪条的猪仔吼，大量的死亡，是讲吼迄个猪仔放屎有加火，爱看伊的骹吼，是骹迄会安尼会凝火，解破了伊的鼻吼会肿大，吼内底会积血红安尼，
吼啊，伫啊无正常的死亡，咱就爱赶紧通报防治所，第一时间吼知影了吼，会做上介好的这个措施安尼，吼，咱市里朋友大吼啊，即马这中间吼爱较注意咧，啊，希望咱农委会真正这处理这地吼，吼，这是真正真大的，即届非洲猪威胁的这吼严重威胁嘛，是咱大家这破口。吼，农会真正好好啊来处理这地，吼，拄则咱迄个，吼，咱也做姚总经理有讲，吼，要安怎来解，吼，要辅导一寡配套措施爱出来，啊，好来甲因讲，吼。是，咱讲，我来补充一规矩啊，是。伊伫咱即马讲话，咱合法的这用品来饲猪吼，有676条嘛，吼，啊，这当然这管理拢真无问题啦，吼，吼，啊，但是抑个有违法的啊。啊，个乌号啊，乌号，咱这一年，那拢检查，像讲咱即摆，我拄仔看迄个报表吼，婚姻馆上早就拢禁嘛。OK。但是伫去年甲今年，咱拢有掠到7号。抑个是掠到。抑个掠到。OK。啊，我甲你讲，这叫做非洲猪瘟也好，口蹄迄个口蹄疫也好，这感染一个所在一个国家会发生安尼大的迄个疫情出来，拢是对这市场的开始，你知影 ？OK。你知影咱1997年的时，伫新竹德东遐，就是一间的迄个饲猪，若是几百只的乌猪，啊，迄个去感染着口蹄疫。OK。吼，啊，因为新竹迄个防治所，啊，伊就去了解着。你唔通讲哦，啊，市场的安尼违反吼，啊，伫遐你用品还是无要紧，哦，迄才是严重，因为迄边会发着。迄个发生拢是对遐来，正经大场的伊的管理啦，甲伊的生物安全是做了真好。是，所以这点呢，我是甲这邱贵姐啊，去补充者讲，哦，这市场啊违法的，这才是危险。市场的违法的吼，所以咱讲着吼，所有人爱防啊，嘛爱防止着有人吼想要趁钱这个心态，啊是讲挑伫当看到讲，有物件，伊就是要无爱去甲报吼，无爱去甲报嘛是真大的这个问题吼。过去吼，这个咱讲处理着这个禽流感的时阵。教授这嘛是真正有经验的吼，甲咱分享一下。哦，佮这处理迄个禽流感是安尼啦，咱吼，所以我讲吼，若唔拄好发生的时，啊，迄阵伫发生禽流感，无伫花莲啦，甲伫嘉义啦，啊，甲即个云林即搭遮有3场发生的时，啊，禽流感出来了，吼，我迄阵若上咱即个公司的电。迄个即个谈话性节目啊吼，啊我就主张讲，哦，这爱赶紧改禁止，爱禁载禁运，吼。啊一个谈了，哦，就引起咱即个防疫单位的迄个注意啊。迄个咱迄阵叫做林权院长嘛，伊就召开即个会议嘛。啊，林权院长咧召开会议啊，大家拢伫遐咧食一下点心，啊，我迄阵就讲啊。院长啊，咱即摆在开会，爱有作为嘛？啊，你咧开会了，南部的家庭唔知偌济感染着啊。吼，啊，咱一个开会无用啊。是。哦，这林院长袂歹。伊就甲迄阵陈其仲是副座嘛，副主委嘛。啊，甲一个黄金城啊，副主委嘛。是。伊就甲讲，我唔知影啥物叫做禽流感，但是唔通甲即个H5N6甲留伫台湾。OK， 吼啊，好，这副主委甲即个2个副主委甲我有手讲啊，咱这教授，阮明仔载甲这用家吼，甲讲啦吼，讲吼啊要安怎，我讲袂使，随爱做，明仔载就随禁，啊禁一禁就是1礼拜。OK， 吼安尼吼，就安尼。迄个措施，啊，真正有迄个叫做霹雳的来做法。你知影咱这禽流感，咱杀几只呢？咱12场感染，杀41605只。日本杀300几万只。是。哎，韩国杀3000多万只。好，所以我讲这摆呐，唔拄好讲有非洲猪瘟发生的是，这是饲猪的人会真艰苦哦。风险教因农委会拢有迄个，大家有开会过啊嘛。是。若是咱台湾有一位所在有发现着非洲猪瘟，全国的迄个猪啊，袂使抬，袂使运。安尼至少爱2礼拜。2礼拜。啊，若2礼拜，佢甚至于3礼拜。啊，若安尼落，你再饲猪要安怎？免怎过活？啊，迄阵你饲猪，你饲猪本来就有一个大细猪、大猪，有一个定数嘛。OK。
啊，你甲禁2礼拜、3礼拜去，伊都嗨啊嘛。所以我是认为讲吼，即个非洲猪瘟，即摆的即个事件吼，好加载，好加载，好加载。病毒来到咱的门口啊，是啊，咱有安尼个紧早就发现到，啊，所以我相信，我以我的专业来看啦吼，我想大家也免伤过惊奇啦，即摆应该会过关啦。会过关，但是咱即阵拢咧讲吼，拢是咱较台湾这个产业，咱嘛想讲这个源头这个部分吼，爱安怎来去禁吼？啊，咱搁咧请教这个良医啊吼，咱讲到源头，当然咱过去有真好的这个防治的这个措施，但是嘛是因为这个 COVID-19， 真侪人就是要安尼偷啊过关啦吼，啊，这个心态，咱讲除了法以外，搁有啥物会当搁去甲处理无？除了法以外，当然，即摆讨论起来嘛是边境抓方式嘛吼。是。但我要提的是讲，咱嘛需要一个台湾猪的国家队啦。OK。吼，其实台湾猪，咱你看这3年来对非洲猪瘟的讨论也好，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要入来也好，咱对猪产业的讨论非常的多。那台湾真好的是讲，咱有即摆有真好的科学研究，会当透过跩基因检测、基因的育种。吼，互咱台湾猪的即个品种真稳定，嘛会当透过所有的检测，会当来标示。第二就是讲，即摆猪要发展的是即个饲猪的环境内底要有精准的畜牧、精准的管理。这嘛是政府目前咧做的部分。第三，我拄则有讲就是讲，咱要透过即个科学，包括就是讲饲料的成分、营养品的成分，互即个饲猪的作为、饲猪的成本。效率会阁愈好，那当然这是需要阁更加需要甲养猪户来沟通的部分，就是现代化、阁较卫生安全的运销的制度。是，我就捌讲，咱即摆的猪是拢跨县市外体运输，去外县市拍卖。当然，养猪户的想法是讲，消费者接受到温体肉 ，OK， 安尼的观念，是，就是讲温控的猪肉。甲无温控的猪肉，在卫生安全的部分，要安尼嘛是透过科学的部分，互即个肉的品质会当来稳定。这其实大家国家拢已经咧做啊，甚至中国做的拢比台湾较进步。那即马是共款佫是足好的时机啦，吼。当然，养猪户当然需要即个社会甲政府的支持。但是养猪户变过来想的是，咱要安怎互即个肉品稳定，对消费者来讲是搁较负责任的方式。是。那对这个动物仔来讲是搁较动物福利，讲求动物福利的方式的时阵，要安怎伫这个取舍中间，要有一个搁较前进的作为啦。OK， 咱先请邱贵姐来回应一下吼。台湾猪的这个品牌，甲过去咱嘛讲吼，都多体评级，也是咱讲吼，这个温体猪吼，这个观念，也是讲吼有一寡作为啊，一寡改变吼。恁有啥物款的这个改变无？当然是迄款迄一个吼，这到底这甲贩卖方式算有关系啦。啊，过去咱拢传统的市场咧拍卖中间吼，要直接要用土地品质有较困难。不过吼，咱即马阮家关破煮肉品市场，即马要改新式的迄款屠宰场，啊了入去遐猪啊，就拢用迄土体类评级啊。以后伊遐肉直接就拢迄温控安尼会输送。温控输送，温控伫迄个真冷的环境下抬，送到猪店安尼吼，迄对做这改变。有农委会即马豆豆有伫这方面有咧改进啊，啊有咧朝这这方向咧行呢。是，啊我即马有限时间，我是要呼吁咱农委会，真正讲即马饲猪咧大拢足烦恼讲，迄食喷这个破口。OK。啊农委会真正这迄食喷这爱好好啊，做若要禁食喷吼，爱趁早，爱赶紧配套措施做好，甲饲猪，甲这饲喷的才讲好。唔单单甲发生吼，才要禁袂赴啊。那安尼吼，迄款农委会就对这饲猪歹交代啊。有影啦，若是讲吼，真正咱讲迄个经济这个损失，亲像这个口蹄1700多亿安尼吼，其实咱是承担袂起啦吼。所以咱嘛讲到非洲猪这伊是接受这个部分吼，啊喷嘛是真重要一个途径，咱就是要避免这个破口的吼。头拄节目一开始，这教授就安尼建议吼，若是要禁一个月，倒不如你就是规气趁一回，拢要禁起来吼。有影，咱继续过来看讲吼，这个有真侪种这个措施吼，针对着无共款的这个人数，爱来去做无共款
款的这个作为吼。中央嗲当然咱看到这回，因为这个外籍移工因少年因的这个家乡的这个味啦吼，咱讲肉制品也好，月饼也好吼，等等的，所以爱加强外籍移工的这个新移民的宣导。头拄啊，邱贵姐嘛有甲咱提点过啦吼，啊协助合法的业者吼，嘛大抓吼，这个标章吼，这过去咱嘛是咧讲啊，咱台湾猪的品牌这个部分，迄当阵都咧讲吼。另外地方政府这个部分哦。检视讲全台湾6400外处的这个养猪场啦吼，啊因内底嘛有讲着吼，啊杜绝着个有人用违法的吼，咱讲这个哦饲喷的这个部分吼。另外清查越南商这个店吼，是毋是有不明的这个肉品？啊，即阵都已经咧做吼，但是咱讲这个源头，有的人讲1月就入来，3月就入来吼，来到遮尔长的这个时间，到底出啥物问题啦吼？啊，即阵嘛咧做就是讲公开位置吼，这个喷桶吼，啊嘛要管控着这个喷的这个流向吼。另外对饲猪户内底，咱头段嘛讲到，还有676间的这个吼，会当去用喷来去饲猪的这个部分，但是伊若有合格煮的这个设备吼，爱超过90度煮1点钟吼，但是头段咱嘛讲到，可能煮无透这个部分吼，啊，今年5月开始。嘛替这个猪仔吼保这个保险吼，啊死亡的这个猪仔去送验吼，就是要看讲啊到底带着什么病，还是有什么细菌伫咧。另外民众这个部分吼，嘛莫讲吼，家己黑白炸这个肉品啊吼，嘛莫买讲产地无明确的这个肉制品，收到不明的这个肉品吼，等入去一般粪扫桶，还是送这个phòng检局。吼，头拄咱嘛讲着吼，人食可能无代志，若是非洲猪这个部分吼，猪食较有代志啦吼。啊，但是有人讲啊，咱都甲食入去就好，但是这毋是上重要这个作为啦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当然袂使安尼讲啊，因为这个咱这个讲着这啦，因为台湾吼，每摆若是讲要政策要来改，拢着爱有一件事件发生，吼。啊，即摆要防治这个非洲猪瘟的时，咱就咧讲嘛，这个用喷来饲理，这是一个足危险的迄个途径啦，吼，去传染着这非洲猪瘟。敢无法度讲像即摆，有这个事件，啊，咱甲这个叫做用喷饲猪的迄落禁掉，吼，啊，完全禁掉，安尼大家都会用减少这方面的迄个危险。哦，所以我是希望吼，即摆事件大家支持这个教训，吼，可能有一天咱会真有，遐饲猪即马剩偌侪尔，剩40几万只尔嘛。啊，所以这个人若用来解决，无得较后去因饲猪的方法，电脑较趁钱嘛。43万只，即阵饲这个喷的，饲喷的，676场嘛。对，啊，咱即阵咱讲，咱有差不多500万，要到600万只嘛。OK， 所以安尼比例算起来。辅导应该是会当搁较利便应该是无问题嘛，而且你著农委会爱有魄力嘛，所以这畜产业哦，事实咱的畜产的产品哦，像讲鸡卵的问题啦，是啊，鸡卵用洗出来了，就应该讲，咱就爱改用迄落一次性的迄个蒸甲蒸起来，爱要冷藏嘛吼，啊来温上，啊这拢做袂到嘛，本来这陈主的一个上林了，吼，伊魄力偌大咧，就想要做，但是到即马啦，做袂到，所以这我就感觉讲，这个食品鸡卵你若伫迄个室温内底，安尼糜2-3工啊了就歹去。OK， 所以这个请教这个良医啊吼，有影咱讲到真济，可能有这个阻力的这个所在，你看到业者还是讲吼，这个民间者是啥物部分出大问题？应该讲政府想要做的代志足多啦。那当然是真惊拄到遮大部分的大业者的反弹嘛吼。那政策讲坦白就是，阮的大概术语就是讲，一手棒棒糖，一手鞭子嘛。你要有诱因加鞭策力嘛。那真侪代志是长期咧发生，那民进党政府嘛执政真久啊。那咱嘛要看到讲更较明确的方向。是啥物？这是大家其实是咱老师要讲的，就真侪面向无讲出来的大方向，畜牧政策的大方向是猪、鸡、鸭、鹅，逐项拢好，拢需要一个畜牧政策的大方向。是，其实是安尼啦。那其实要重新来讲，啥物物件要做的，剩偌侪时间。那这要安尼一步一步准备。即马比较早较好太做的是讲，对畜牧的物件，大家。
即马资讯发达，大家拢太熟悉的啊。那因为消费者嘛，豆豆支持啊，搁较悬的介绍，畜产品拢出来啊。以家人来讲，过去一粒可能卖1块2块的，同款的物件，同款的品质哦，今嘛卖到10外块的啊。哦，所以这怨妇价格提高，那收入会较好的时阵，消费生产者就愿意去做改变，品牌生产方式就豆豆出来，因成本会当加入去啊嘛。所以今仔日讨论，今仔2021讨论的时阵，甲20年前阿扁也时代已经是无共款的时阵啊。真侪梦想伫20年前想要做啊。但跳舞界真较可惜的是，这20年来的大变化，有限啦。真正有限。我5岁，阮厝人开始饲土鸡啊，30年过了，其实伫认识这个产业，甲有改变甲无改变去比较起来，大概就清楚的啊。所以讲，这个产业是毋是有进步吼？尤其咱讲拄到真大这个事件几落届吼，咱会当伫这个进步内底改变偌济，也是讲真正有迄个想法落实的这个层面，是毋是有啊？都完全来去执行，这嘛是咱讲考验政府也好，考验业者也好啦吼。啊，另外咱嘛讲到吼，即阵咱也是吼，咱也毋是这个非洲低温的这个疫区啦吼，所以咱讲到吼，日本也好，台湾也好，拢无出现着本土案例，咱即阵都要防护好势，然后其他国家拢是真济这个部分吼，上尾吼想要搁照这个吼良医的这个话题吼，搁来请教罗教授啦吼，啊，等再搁请教邱贵子啊，就是讲这个民间吼有，咱讲政策有啦吼，啊，但是方向嘛有，但是就是无法度落实，啊，有啥物款咱会当搁去进一步的无？哦，拄啊讲过嘛，我讲跳舞的这个产品啦吼，这关系到咱全国老百姓的迄个健康嘛。是。所以你这个真济迄个产品的迄个卫生、产品的迄个安全，你要去考虑嘛。啊，我是认为这农委会应该都要提出这个魄力嘛。OK。我拄仔讲鸡卵啦，啊鸡卵的代志，你即摆抑阁无法度讲用家放伫个冰箱内底，啊去冷去用迄个冷藏的迄个车来运送。啊，甲装落迄个盒仔内底，一次性的就甲淡掉。甲即摆抑阁无法度做到嘛？啊，这是啥物原因？就是这迄个业者的迄个嘛，业者的迄个反抗嘛。啊，过来吼，我相信消费者一定足希望讲，我买着鸡卵是买着真好的鸡卵。是啊。啊，无啥物问题。你若讲去迄个或者迄个普通的迄个市场去捡迄个鸡卵来，你等于甲鸡卵卡咧，无得甲两斤散去，是，啊，迄都无新鲜啊。啊，你若去迄个或者去大卖场去买两个鸡卵呢，买等下放一礼拜、2礼拜，你甲卡咧，迄2斤还阁好些是嘛？所以我认为讲即个政策吼，咱农委会即摆有拄啊讲，民进党执政遐久啊嘛，啊，你这吼这方面吼，爱改善较济的。是。实在讲，这方面无啥物改善呢。啊，所以我讲每摆若拄着一个大事件，是，你才有法度甲政策安尼改过来。OK。啊，上重要，我讲即摆即个喷气滴的问题，若有法度改过，迄是真好。真好啦吼，透过即届吼，咱上尾请教邱贵子啊吼，业者这边。我非洲猪瘟，咱大家拢知影讲是足恐怖，死亡率100%。我希望讲吼，咱要防止这非洲猪瘟吼，全民大家做伙来。吼，全民大家做来，吼啊！咱希望咱遮吼，大家咱遮大众大家吼，咱即马拢毋通为国外吼炸物件入来，啊嘛毋好去网购即个肉片即款物件，啊嘛莫吼出国去参加呢，去参观。啊，若感觉讲吼，哎，较有咱熟悉的新住民，因那像拢有咧买款迄肉片来到不卖肉片，咱去检举，奖金足悬的哦。哦，因为咱若非洲猪若入来吼，咱大拢无迄款吼。老肉饭摊食，规个市地吼，一直传出去，就拢完蛋啦。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吼，防止这非洲猪瘟吼，咱大家做伙来吼，感谢大家。有影啦吼，所以咱自这个吼非洲猪瘟，自这个咱讲源头者吼，嘛是爱开始禁啦吼。咱过去有咧讲边境者有去管理，啊，咱讲即回因为这个 COVID-19 疫情有较松透一下吼，啊，但是咱佫讲到咱台湾养殖业是毋是会当透过即回佫一届转骨啦吼？头拄啊一开始吼，教授啊，甲这个邱贵子也嘛讲吼，这个会当禁吼1个月无够啦吼，咱讲长久拢甲禁掉，买手这个途径会当吼。真正甲断根啦吼，啊有个人嘛讲吼，这个青肉是讲这个北内是毋是等伫咧咱讲这个粪扫桶好，莫去等伫咧咱讲喷桶啦吼，啊但是这个
经过他都梁毅嘛讲过吼，这可能对环保署未来这个考量还佫较深淡薄，尤其咱讲这若是对这喷等于一般粪扫内底，对这个环保这个成本界重是倒位咧？当然，咱喷的含水量真悬嘛，那喷的处理若要去到焚化炉，当然这个负担就真大嘛吼。所以喷要安怎处理，这除了讲大家较巧实的食好了以外，喷减少，那喷的处理方式，水利和大，伊有真侪方式会当来处理。但过去就捌拄着讲用一寡菌类去甲伊分解的时阵，发觉到咱的喷盐伤重、伤咸啦，咱的口味伤咸啦，吼，这个菌伊的发酵的效果就无好安尼。是，所以喷要安怎处理，其实嘛真侪研究出来啊啦，嘛无影讲无法度做安尼，可能需要真侪是鼓励性的创业，和这个喷的处理，唔免搁入去市地的这个途径内底，是，反正啊。是一个较好的处理方式。有影吼，头拄啊，这个邱记者偷偷讲啦吼，讲这个收喷的人拢开真好的这个车啦吼，就是代表讲伊利润真济，但是透过这回，咱也是讲会当好好甲这个部分吼改善的好势，咱相信吼会当大长骨以外，咱对咱的这个产业较健全，未来拄着吼这大白道的时阵，咱唔免遐尔惊吼。今日感谢涂来宾，嘛感谢乡亲好评收看，咱再会，感谢大家。